就像刚刚吴瑞仁老师所讲的，这一次是立法权的政变，非常的严肃。我们一起聚集在一起，是为了共同守护台湾的民主价值以及精神，也盼望民主、自由、人权在我们的国家能够持续的不断。过去民主的前辈为我们留下越来越进步、与时俱进的社会以及民主制度。那这时候我们聚集在济南教会，聚集在立法院的四周，是为了要持续来守护这得来不易的民主。那在场外已经聚集5万多人，我们相信我们同行，我们不孤单，也盼望在我们当中透过祷告，让我们心灵能够更加的充满信心。这样的信心能够帮助我们持续不断的向前走。这时候我们请安静我们的心来预备。
咱做伙吟诗来俄乐咱的上主，我们一同唱诗赞美我们的上主。
起应，隐秘的上帝，隐秘的上帝，在奥秘与静默中，你亲临我们生活里，从死亡中赏赐新生命，绝望中带来盼望，困境中突破成长。我们感谢你，因你不离弃我们，而是努力要让我们得到完全。求你帮助我们，能察觉你那双看不见的手，在形塑我们的生命，也能洞察你的灵温柔的引领，让我们能晓悟你的爱所带来的喜乐，并得享你真正的平安。阿门。云转星辰的主，我当如何表敬畏，我当如何来赞美？地震的主，暴风的主，吹响号角的主，我当如何避灾难？我当如何来呼救？彩虹的主，十架的主，十分边框的主，我当如何数恩典？我当如何来感谢？饥饿的主，病痛的主，怜悯浪子的主，我当如何求眷顾？我当如何的心生？灵舍的主，敌人的主，永远修剪的主，我当如何显爱心？我当如何求和平？万事的主，亲密的主，慈爱怜悯的主，和你如何显喜乐？如何实践你天国？上主的话记载伫米迦书第6章第6节到第8节，咱做伙来领受第6节。我调见耶和华，我就近耶和华，跪拜至悬的上帝，着用什么啊？爱戴最后的西油毒做小花枝来献本意，做得无？ Ikubah hai ni tu sya sobah tenga tu sikdi. Kati mau mas madan ka valan tu avla. Kalasun naga ngaiku
makers, berpesuring laki mu, pelilih genan, kan pelih hali, semerkering sikan muho. Ini kinakibuanga ijen mabulat, nua zimas tua anema pina kake jazua ni maju nan guakan。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在领受上帝话语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全能的父，我们向你感谢。主啊，我们知道我们遭聚在这个地方不是枉然，我们相信有你的旨意在这个当中。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在参与这样的一个盛会、一个祷告会。求你的灵，求你的和平。求你的公义与我们同在，我们也恳求你的灵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并且进入你的真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弥迦书，是上帝呼召一位先知。在以色列国700多年前的时候，在一个非常不公义、腐败的时代，所以当以色列人们表面上是敬虔的，是在敬拜神的，看似有宗教的仪式，但是基本上他们的生活实际上是远离上帝。事实上，在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弥迦先知在第3章的时候，已经描述了那个时候的时代背景。先知揭露了那个社会上一些严重的问题，因为那个时候握有权力的在上掌权者，或者是握有权力的这一群权贵者，腐败不堪，他们恶善爱恶，贿赂司空见惯。就像投影片上面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先知告诉以色列人，特别是雅各的首领、以色列的官长，他们怎么样呢？他们说：你们厌恶公平，在一切事上屈枉正直。意思就是，如果你在法官面前，只要你有权有势，你有足够的财力，事情就会顺着你的心意发展。3章9节，先知又再一次提到，这些握有权势的人憎恨公平公义。经文讲得非常的清楚，也是一样针对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你们要听，你们不当知道公平吗？你们恶善好恶，从人身上剥皮，从人骨头上剔肉，吃我民的肉，扒他们的皮，压榨平民百姓。所以人们可以虚谎、欺骗、偷窃，甚至杀人而不承担任何后果。弟兄姐妹，更恐怖的是什么？这些握有权势的首领都是宗教领袖，都是政治领袖。11节，我们可以看到11节更是恐怖。不好意思，他们说什么？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他们行恶、行不公义的事情，他们还认为他们有宗教的虔诚，所以上帝不是在我们中间吗？换句话说，上帝就在我们的圣殿啊，上帝就在教堂里面啊。
所以无论做什么，只要有教堂，只要有宗教仪式，上帝就在我们中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读的经文弥迦书在第7节，告诉这些腐败的统治者跟首领，要表达自己的宗教情操和精神。最重要的不是外在的祭祀跟奉献。不好意思，这个好像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可以看到6章6到7节，这里先知讲得非常的清楚。一位敬虔者，一位宗教者，一位领袖，他们表达自己的宗教情操跟精神，似乎强调的是外在的献祭跟奉献。但是先知讲得很清楚，上帝不要外表装饰的宗教活动，好像我们如果做这些宗教的仪式，就表达了我们在社会上做一些好事。弥迦先知说不是这个样子。先知提醒，上帝不想要空洞的宗教仪式，而是对社会，或者是对社会一点影响力都没有。如果我们把第7节引用到现在的社会，我们可能会说什么？这些人会说什么？我们接受上帝的救恩，我们接受上帝在耶稣基督福音的救恩，我们就是为社会服务了吗？我们有什么作为呢？难道信仰单单就是我们应该每个星期天就是去教堂而已吗？或是每一次我们去教堂，我们的奉献给上帝就这样而已吗？当然，这些事情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有它的必要性。但是，这些真的就是只有上帝对那一些得到他救恩的人们所期待的吗？信仰只是建筑物内的形式跟程序而已吗？很显然，弟兄姐妹，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弥迦先知说，不是。信仰不只是追求个人的安慰，或者是在一个舒适圈，或是在同温层里面互相取暖。第8节，先知讲得非常的清楚，耶和华所要的是什么呢？这里讲得非常的清楚，6章8节，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意思就是说，基督的信仰不仅仅是在教会的围墙内敬拜，也不是强调个人神秘主义这种灵性的操练，而是走出围墙，进到社会，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弥迦先知讲得非常的清楚，这样行就是与我们的上帝同行，他也必与我们同在。弟兄姐妹，这也不是只有弥迦先知的教导，基本上这也是耶稣的教导。当耶稣在世上的时候，被一些宗教领袖挑战，告诉耶稣律法，他们的法律上面哪一条诫命是最大的？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2章讲得非常的清楚，而且他总结律法的精神，他用旧约的2条很清楚的话语来总结律法的精神是什么。第一个，在申命记6章5节，第1条也是最大的诫命，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跟着耶稣利用利未记19章18节说，要爱人如己。耶稣跟弥迦先知道出一致的真理。换句话说，基督信仰的敬拜，既是涉及对神的敬拜，更重要的是，也涉及到我们与邻舍的关系，与社区的关系，与社会的关系，还有与整个受造生态公益的关系。对于我们周围的社区、社会、国家，弥迦先知告诉我们，上帝求我们的是行公义，这个指的是使我们周围的人能够得到公正的对待。
并且保持公正、公平的自由行动。公义的反义字是压迫，是虐待，是腐败。当基督徒按着上帝的性情认识上帝，伸张正义的时候，我们就会为受压迫的人挺身而出。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记号，就是在上面这个十字架，它总是会有纵向的关系，跟上帝的连结。认识这一位神，这一位真神的同时，它也会有横向的发展。因为这个神期待的不是只有我们对他的敬拜，也是对人的关怀，对社会的公义，对社会的和平。当我们真的在纵向里面认识这一位神，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就会确保不公义的事情要被平反。借着上帝的公义，我们伸张正义，意味着对邻舍、对社区付出爱的行动。爱人如己，意味着我们会因着认识上帝，去爱他者，去关心他者，同时也照顾他者不受压迫、虐待，或者是被利用。刚刚的经文告诉我们，上帝热爱公义、公平。这个在旧约的圣经诗篇，诗人也这样颂赞，他说：“因为耶和华上帝喜爱公平，他必不离弃他的圣者。”当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也显明了上帝对公义的爱，为了拯救那些受逼迫的人。所以在圣经福音书里面，当我们看见耶稣的故事、耶稣的生活、耶稣的事迹，更多的是我们会发现，耶稣展示的是一种伸张正义的样子，为那些边缘的人发声，陪伴他们，医治他们。所以如果教会对社会中不公义的事情冷漠无感，那么它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了，不是吗，弟兄姐妹？印度一个国家，他们的国父甘地也曾经被耶稣的教导深深的影响，也因为耶稣的故事，让他真的是推行了许多对边缘者的一些益处、静坐的社会运动，甚至提出无声的力量及非暴力的抗争行动。甘地生于印度富裕的精英家庭，年轻的时候，他有机会到英国留学，攻读法律。毕业后到了南非，有机会去当律师。但是由于他是有色人种，在南非遭到白人的歧视。当他有机会到南非当律师的时候，在1893年，甘地从印度起行往南非。晚上9点抵达南非之后，要坐公车。刚好有一位乘客看到他是有色人种，像看到病人一样，像看到瘟疫一样，马上离开。跟着也马上有一个官员直接到车里面叫甘地离开。当甘地要解释的时候，他没空听他做任何的解释。我想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社会的一个历史当中，我们可以知道这样的一个事迹是南非社会中的种族隔离的时候，年轻的甘地深深受到这种种族歧视的迫害。随后他在南非终于认识一位基督徒，这一位基督徒以基督的爱关怀他，令他对耶稣产生兴趣。于是他开始读福音书，耶稣的故事，甚至对耶稣的言行感到敬佩。因此他渴望要认识这一位基督徒在讲的耶稣到底是谁。于是他非常兴奋，他终于找到了一间南非的长老教会的大礼拜堂要敬拜。为了要认识这一位耶稣，当他走进门口的时候，有一位白人的长老直接拦住他，说了一句话：“黑鬼，你来这里做什么？”甘地震惊，他说：“我来敬拜神。”那位白人的回应：“我们的教会没有空给你这种人，出去。”
不然我找管理员把你赶出去。这是甘地的一个经验。他在南非刚好进入了一个与世俗潮流同行的教会，他们以貌取人，于是他对教会深感失望。他说什么？因为在这里是耶稣基督信仰的教会，既然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从那个时候，他决定，他永远不到教会。但是弟兄姐妹，他的心意还是他透过耶稣的信仰，透过耶稣的故事，作为他一个核心的教导。虽然他在南非，以他的身份来说，他是受过教育的，他算是他算是权贵分子，他是有钱的，他是有权利坐头等舱的这个车厢。但是他愿意跟那些被歧视的黑人一起行走，在一个不公义的社会当中与他们同行。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这个故事，这个经验提醒我们台湾的教会，我们是否也只是有一个宗教的形式，却失去了信仰的实质呢？我们的信仰如何对待社会中那些面对不公义的群体呢？那些弱势的族群，那些少数的族群，那些边缘的人士，那些新住民，或者是那些当权者，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我们如何与他们应对？我们如何接纳这一群人，并且将上帝的真理教导他们？我们是否像先知所说的行公义、好怜悯呢？圣经里面的公义不是为了我个人的利益我才讲公义，人常常是这样子的，只要有我的利益我才站出来说我要公义。但是如果你要认识这一位耶稣的话，你会发现耶稣进入社会的时候，他的教导非常的清楚，他站出来谈公义不是为了自己的益处，而是为了那一些边缘他者的益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像我这样年岁的人算是壮年哦。我是台湾原住民泰雅族人，我今天可以在台湾这一块宝岛现在拥有民主与自由的环境，是上一代的人为我们打下的基础，是有好多信仰的前辈打下的基础。我从过去是被歧视的一位原住民，我不敢承认我的原住民的名字，但是有许多人为了公义正义来打拼的时候，我直到30岁才知道我叫以撒瓦利斯，到30岁我才愿意接受这个名字，是因为有一群人为了我们这一群人发声，让我们重新认识我们的语言是过去失落的。所以我今天可以说我是以撒，我是瓦利斯，我今天可以用我的母语跟我的部落的人讲话，我可以重回过去让我觉得羞辱的身份。如果没有这一群信仰的前辈为着公平、自由、民主来付出他们的生命跟血所换来的，我今天没有办法重新认识我自己。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今天也是我们这一代为着下一代的民主、自由、公义站出来祈祷，甚至是行动的时刻。经文呼吁上帝的子民要伸张正义，站在压迫者的一边，谴责一切的不公、不义、暴力、压迫、欺压、种族主义、腐败。所以追求公义也是为了爱。所以我们刚刚读的经文，这里说好怜悯，是希伯来语的 hesed， 指的是一种坚定不变的爱。所以爱是基督徒在基督里的特质跟态度，而伸张公义正义是一种出于爱的行动作为。弥迦书6章8节最后一句话说，上帝要求谦卑的与
他同行。同行指的是一种习惯动作，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所以信仰是一种生活的表现，它不是只有在教堂里面，它是当我们走出教堂的时候，我们与神同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不断的思想上帝的作为，同时上帝会促使我们将我们的手向外展开，向周遭有需要的人。所以信仰是生活，因此能够真实的行出公义、好怜悯，最重要的就是先认识那一位公义的上帝，怜悯慈爱的上帝。因为上帝与我们不同，人会腐败，人握权就容易腐败，但是上帝的话语是教导我们能够远离邪恶跟不公不义。上帝与我们有限的人不同，各位弟兄姐妹，上帝有完全的智慧，在圣经中向我们揭示一切的智慧，这个智慧在耶稣基督里面让我们看见。只有与他连结认识他，我们才可以真实的进到和平、公义与充满慈爱的国度。所以作为基督徒，上帝透过耶稣基督的福音呼召我们去分享公义与慈爱的信息，让那些在不公义及无望的地方再一次恢复盼望。当我们愿意分享公义与慈爱的时候，他就会永远与我们同行。所以教会就是这个新的时代上帝呼召的先知的角色。教会是社会的良心，教会是让我们行出上帝的公义跟慈爱。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感谢，感谢你透过你的先知，在一个混乱的时代当中，依然可以宣讲真理，为着那一些被逼迫的人，为着那一些没有话语权的人，能够再一次来关怀他们，并且用你的话语来教导以色列的百姓，也教导我们的教会，如何能够破除从人的偏见，能够进到你的真理里面，并且认识你。认识你的同时，我们认识公义、慈爱与怜悯，也帮助我们不仅认识你，我们敬拜你，同时你的生命借着你的借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活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这个社会当中有你的性情，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主同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为台湾祈祷，求上主保守政府官员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愿上主临在台湾这块土地，上主的公义彰显，上主的慈爱围绕。我们一同来默祷。
公义的上主，我们知道你是万有的主宰，是一切公义的准神。我们的国家台湾也在你的手中，你为被压迫的人伸冤，解放一切因不义而无助受困的百姓。如今我们国家的立法院面临恶者的威胁与欺骗，使百姓陷入对立与不安的困境。求你按你的公义的性情与你的旨意，用大能膀臂的作为，使台湾的百姓能够看见你公义的彰显。为人民祈祷，愿上主的灵运行在台湾人民中间。我们都有上帝的形象，是多元丰富的。即使我们不同，但愿因上主的灵彼此交通、团契。我们一同来默祷。怜悯与智慧的上主，恳求你赐予你的智慧与勇气，使台湾的人民能够辨别谎言与真理，并因你的真理与公义为自己的国家站出来，或街头，或网络，或社区，或职场，为正在发生的不公不义来发声，成为人民的亮光，而非沉默者。求你使人民可以行公义，好怜悯，以爱心彼此服侍，以信心彼此扶持，以盼望彼此鼓励。为自己祈祷，愿耶稣基督就在身边，安慰我，陪伴我，使受伤的得以复原，忧愁的得到喜乐，在受苦与爱之中，成为众人盼望的记号。我们一同来默祷。
身心灵，引导我们生去保守并带领着前路，医治我们，教导我们走前面道路。引导我们生去保守并医治，为我们自己祷告，以致我们能够听见神的话语跟神的声音，让我们能够行。亲爱的上主，求赐下生命的力量给我们，时刻以你的圣灵来引导、安慰和鼓励我们，使我们深刻经历你的同在。即使绝望与灰心的时候，仍不会失去你的盼望。当我们疲惫、孤单、软弱的时候，你与我们同在，用你的竿、你的杖来安慰我们。当我们与人对话的时候，使我们坚定而温柔，以你的心意来回应。求你使我们在这个公义的行动中，效法耶稣基督的爱与牺牲，看无家己，听别人亲像家己。耶和华上帝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一起领受上帝的祝福。Noina Marhu Yesus Kristo
ginalu na utukayan, kimbalan na serega, gemelegan sku simu guara anak kenuan kederiah。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与怜悯、圣灵的团契与和平，常与你们众人同在同行，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我们祷告会到此结束。门口地上的百合是有心人送来的，欢迎大家自由拿取。